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周一長談，我係馬思爾。嗱，喺加美嘅貿易戰陰霾底下咧，近排大家都聽到央行嘅減息啦，同埋萬眾期待嘅聯邦財政預算案當中，佢哋提出一啲嘅理據啊，或者啲嘅財政措施咧，大家都聽過唔少啦。而我哋今日咧就嘗試用學術嘅角度去睇下佢哋呢啲理據後面嘅論據或者個數據上，喺一個學術上係咪站得住腳，從而咧可以更加可以分析一下究竟未來加拿大經濟何去何從嘅。而今日咧同我哋一齊討論嘉賓咧就係加拿大央行前高級經濟師袁國雄博士 Terence 嘅 Terence， 歡迎嚟到周一長談。你好。Terence， 咁先啦，首先係講下央行先啦。咁啱啱10月底，央行就話減1/4厘啦。咁今年第4次減息。咁佢聲明到咧講咗一個都幾特別嘅詞彙嘅，佢就話佢哋現有覺得而家嘅利息水平咧就已經係一個合適嘅目標嚟㗎啦。但係咧，我哋通常咧之前都成日都講話，央行咧即係呢啲減息嘅效果啦，要6至9個月後咧先至開始見到佢哋嘅實際效用嘅。咁其實央行平時用啲乜嘢去評估佢哋現有水平喺未來6至9個月甚至打後之後個水平係合適嘅咧？嗱，呢個問題咧，其實央行一路以嚟咧都有一個嘅叫做理論啦，咁就叫做 neutral rate， 即係中性利率嘅。咁咧，央行咧一路都認為，即係如果加拿大個經濟係 OK 嘅話咧，個中性利率應該大約喺即係2.25% 至到3.25% 呢一個即係水平就合適啦咁樣。咁而家咧就啱啱最後嗰次減息啦，即係啱啱過去減埋嗰次咧，就去到2.25，即係喺個中性水平嗰個最底嗰個位嘅。咁你話而家呢個水平係咪合適整個經濟狀況咧？如果以一般嘅情形嚟講咧，就唔啱嘅。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譬如好簡單講啦，加拿大個失業率就已經即係差唔多係7%咧，或者咁上下呢個水平啦。咁其實即係你睇下7%嘅失業率咧，就喺歷史嚟講咧，除咗即係唔計疫情嗰陣時咧，基本上邊係過去10年裏邊最高嘅。咁所以如果咁嘅環境裏邊咧，就覺得個央行呢個嘅息口唔對路喎，起碼會再低啲。因為如果你睇下即係以前咧去到7點幾或者6點幾個 percent 呢一啲嘅即係高失業率咧，個利率咧差唔多去到可能係1%嘅。咁呢個係正常即係普通嘅情形之下。咁啊點解今次個失業率咁高？整體加拿大嗰個經濟又唔係咁好，咁但係央行長仍然話，即係呢一個2.2% 係合適咧咁啊好特別咧，就係因為大家要明白咧，今次呢個經濟周期，即係特別係嗰個整體個經濟出現一個下滑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就因為內需唔夠啊，以前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咁所以減息係好有用嘅，或者你就算印錢係非常有用嘅。咁但係今次唔係喎，今次係因為受到即係關稅影響啦。正如你一開始嘅時候都講，咁有關稅嘅時候咧，嗰啲關稅咧就唔係打擊晒全個加拿大所有嘅行業嘅，只係某啲行業啦嚇，譬如話鋼啊、鋁啊、呢一個汽車啊，再加埋林木業啊、礦業啊，即係呢啲係比較打擊得重要多啲嘅。咁所以央行長就話：如果我減息嘅話，咁其實都救唔到呢啲行業嘅喎，咁所以即係從呢個理論嚟睇咧，就係話2.2%，如果用以前嘅方法去衡量就過高，但係喺今天咁嘅情況咧，央行長就覺得合適咯。好啦，咁頭先講到話啦，因為個關稅咧特別針對咗某啲行業啦，咁其實都帶到咧央行嘅聲明咧，另外一段説話，佢就話。其實佢覺得而家就話加拿大經濟產能過剩嘅，咁即係所有啲失業率比較高啦。咁但係亦都同時貿易戰咧，就令到經濟出現一個叫做英文叫 structural damage， 即係叫做結構性嘅破壞啦。咁央行就覺得咧就話貨幣政策咧，如果話我哋要目標要維持價格穩定，同時又希望刺激個經濟咧，個效果兩邊咧都唔討好嘅。咁我諗到有兩個可能再深入啲嘅問題就係。
第一，我哋可唔可以解釋下點解話而家嘅貿易戰係對加拿大嘅經濟有一個叫做嗰個結構性嘅破壞？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嗱，咁啊比起以前好多唔同嘅經濟動盪啦，即係譬如話就算講到話啱啱幾年前嘅疫情封城。咁其實都好震動成個經濟嘅環節嘅，但係嗰陣時央行咧反而就係話叫用大水漫灌嘅方式，即係又減息減到接近零，又量化寬鬆咁樣去咧，不停咁即係印銀紙咁去托市嘅。咁點解今次央行會有唔同嘅應對方案呢？正話講翻咩叫做 structural 嘅一個改變咧，即係結構性嘅改變啦。簡單嚟講咧，就係經濟唔好咧。可以係兩個原因嘅，正話都講過啦，可能係內需唔夠，可能大家信心唔夠啊，或者其他嘅原因啊，失業啊，咁呢個就係個內需唔夠啦。咁所以咁嘅環境咧，係令到每個經濟下滑。咁而今次唔同咧，個結構性原因咧就係因為個產業鏈嘅變化。咁如果即係用學術少少嚟講咧，就一個係關於個需求，一個係關於嗰個供應，一個係 demand， 一個係 supply。咁今次咧嗰個影響咧就喺所謂嘅 supply side， 即係供應鏈嗰邊。即係好簡單用個例子啦。加拿大都知道好多車基本上我哋做咗係運去美國㗎嘛，係咪？咁啊好集中某幾個牌子、某幾個型號。咁啊做完之後咧，基本上邊咧就唔係喺加拿大內銷嘅，全部都係落晒美國。咁而家特朗普話喂唔得喎，成條汽車供應鏈我唔想喺其他國家做喎，特別我唔想喺加拿大做喎，全部搬翻美國咁變咗成個嗰個生產力咧，基本上邊就係可以講話係永久失去嘅，因為嗰啲車你話咁唔做俾美國賣俾其他國家得唔得咧？就絕對唔得嘅，因為嗰啲車基本上邊做出嚟最初就係想賣俾美國，係咪？咁所以而家美國話成條生產線要搬翻美國嘅時候咧，個生產力基本上邊咧就係有一個所謂結構性嘅破壞。咁所以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就令到咧其實加拿大個生產個能力，即係個 production 嘅 capacity 整體咧係跌咗嘅。咁啊跌咗幾多咧？咁我就引用即係聯邦最近嗰份嘅財政預算啦。其實佢講到係同一樣嘅嘢，咁佢嘅估計咧就係話整個嘅生產力咧係跌咗大約1.8%，即係話以前如果加拿大係可以做100件嘢咧，而家大約係做到98.2件咁上下。咁即係呢個咁嘅問題咧，如果用央行去解決咧，就冇辦法解決嘅嚇，因為你減咗息，或者就算你大水漫灌嘅話，嗰個失去咗個生產力係唔會翻嚟噶嘛，係咪？最多就係話我拉動個內需，咁但係如果你拉動個內需咧，加上你嗰個 production 嘅 capacity 係跌咗嘅話咧，其實仲衰嘅，係因為你變咗嗰個生產力薄咗，但係你個內需又拉高咗，咁變咗其實你咪令到嗰個通脹更加之犀利咯。咁所以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央行基本上邊就講得都好明㗎啦，就話冇乜可以特別嘢做，唯獨是咧就希望喺整個過程裏邊將嗰個嘅通脹穩定喺某一個位，咁佢就覺得呢個咧係喺成件事裏邊佢可以做得到嘅嘢，亦都可以幫到加拿大渡過呢個比較困難嘅環境，而呢個環境唔係喺幾個月，即係6個月、9個月可以搞得掂，而係你要諗下，即係當嗰個生產力成條生產線冇咗嘅時候，要啲工人由本身佢係做車嘅，可能要轉行，可能要轉型，轉唔到型嘅時候，咁可能會嗰班人亦都冇嘢做，咁所以其實係需要比較一段長嘅時間咧，先至可以適應到咯。嗱，咁我哋頭先講到啦，即係央行咧就對目前嘅環境咧，可能已經變咗可做嘅已經做晒啦。咁但係咧就想睇翻一個基本面，就係因為我哋譬如話學過經濟101嘅朋友都知啦，央行就係利用貨幣政策咧去調控，無論係經濟又好啦，即係無論物價都好啦，就係靠個英文叫 money supply， 即係貨幣供應嘅。咁我哋咧成日都聽到央行好多時候點樣調節咧，就加息啊、減息啊咁樣啦。咁啊，近10零年咧就多咗個嘢叫做話量化寬鬆啊，就話佢即係叫做好多時俗稱就係叫印銀紙。但係咧，我哋譬如話讀過少少啲初級經濟嘅都會話，咦咁其實兩樣嘢其實個目標都係要增加貨幣供應啫。咁其實呢兩個嘅方法其實
有啲乜嘢唔同呢？咁除咗呢兩啲方法之外咧，央行其實喺貨幣政策上可以做啲乜嘢去調控呢個經濟嘅咧？你講得好對嘅，而家基本上邊就係兩個方法啦。第一個就係加減息啦。咁加減息咧，嚴格嚟講咧，佢就唔係控制嗰個貨幣嘅供應嘅。咁所以央行唔會話睇住以前嗰種咩大家讀書嘅時候咩 M1、M2、M3 啊嗰啲，就基本上邊而家央行係唔會有一個咁嘅 target 㗎。特別喺一個即係普通嘅時間。正常嘅時期裏邊咧，央行都係最主要睇嗰個短期嘅利息，咁啊透過影響個短期嘅利息咧，就亦都希望可以影響到中長期嘅債息。咁因為個息口改變咧，就改變咗大家對借錢啦、對呢一啲使幾多錢啦嗰個嘅改變，咁從而咧就影響到個經濟。咁但係當個息口減到零嘅時間咧，咁就冇辦法再減啦。咁當然喺技術上邊咧，譬如歐洲咧都出現過一啲所謂嘅負利率嘅。咁但係其實個效果就唔係好大啦，到嗰度。咁所以喺嗰個位咧就需要真真正正嘅印銀紙。咁呢一個咧就可以講得話咧係改變咗嗰個貨幣嘅供應。咁呢個係有少少唔同，但係喺普通嘅環境裏邊咧，央行就唔會喺呢方面做太大嘅動作，因為呢個都屬於一個所謂非常時期嘅非常手段。咁呢個就係即係整體嗰個嘅即係思路咯。咁啊，其實即係總體嚟講咧，如果印銀紙，其實即係減息減無可減咧，先至可能會用個印銀紙嘅方式咧去調控呢個經濟啦。咁啊，我哋譬如話提到個頭先講到話貨幣政策，央行話對目前環境已經束手無策啦，可做嘅已經做晒啦。咁啊，調翻轉就要睇下另外一邊就係聯邦嘅財政預算案，即係個財政政策啦。咁啊，公布個財政預算案啦，咁啊，坊間一般評論都係話啦，其實寫個財政預算案咧，就係希望用聯邦嘅財政政策咧去刺激本國嘅投資嘅。咁呢個做法咧，咁啊，其實就算 IMF 啦，即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咧，都認同嘅。咁其實以你所睇或者個學理上去睇啦，點解喺而家環境底下咧，財政嘅政策咧係反而比較有效去應對而家嘅環境咧？嗱，財政嘅政策嘅好處咧有兩樣嘢啦。第一，係快啲嘅嚇，因為你直接擺錢落去啦。咁當然呢個都要講到個審批嘅快慢，但係理論上邊咧係一定快過加減息嘅嚇，因為加減息要經過好多重嘅手續同步驟咧，先至可以到整體個實體經濟嘅改變。咁但係你諗下，如果政府話聽日每人派10000蚊，全加拿大咁個成個經濟就肯定活晒起嚟㗎啦，係咪？即係每人個口個銀行突然間多咗10000蚊，咁個個就出去使錢啊、食嘢啊、去旅行咁啊即刻活化㗎啦。咁所以其實個效用係快好多。咁特別你喺疫情嘅時候，你就即係睇到嗰個即係效果啦，係咪？咁但係即係整體嚟講咧，今次嗰個財政預算咧，特別係提到即係投資呢方面，咁點解咁重要咧？呢一樣嘢就講到加拿大咧，喺咁多年裏邊咧，為人詬病嘅咧，就係關於嗰個生產力好差嚇。咁呢個係無論喺你日常嘅生活嘅感受上邊，同埋實際嘅數字裏邊咧，都有咁反映嘅嚇。即係如果你睇下，即係而家加拿大嗰個嘅生產力咧，基本上邊咧對比其他 G7 即係嘅國家嚟講咧。如果計個水平咧，唯一好過嘅咧就係日本嚇。比其他譬如你講嘅美國啊、德國啊，甚至乎英國咧，都係即係遠遜一大截嘅。咁再加上咧，你睇下咧，即係個生產力咧，即係過去幾十年裏邊咧，一路係咁跌緊嘅，即係唔係話下跌，而個增長越嚟越緩慢嘅。咁所以喺咁嘅環境之下，咁好多人都問即係點解咧？咁其實咧。學術界又好，智庫啊、政府咧係做咗，我相信喺過去10年裏邊咧，即係數不盡咁多嘅研究㗎啦。咁好多人就有唔同嘅即係睇法啦。咁但係基本上邊咁多份研究，大家都贊成嘅咧，就係話嗰個投資唔夠嚇。咁所以
亦都要問，即係點解投資唔夠咧？咁係咪政府嘅問題咧，定還是私人？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比較即係複雜，唔係話好簡單地三言兩語就即係講得到嘅嘢。咁但係今次政府咧就佢嘅思路同過去好唔同嘅咧，就係話如果呢個係加拿大長遠嚟講最弱嘅一環咧，政府一定要帶頭起一個嘅作用，就係佢擺錢落去投資先。咁希望透過即係所謂拋磚引玉啦，即係希望咧就有更加多嘅私人嘅錢咧繼續投資落去。好明顯咧，加拿大就唔可以好似譬如其他嘅國家係無限地印錢，然之後咧就即係再揼錢落去。始終政府做嘅能力係有限，咁所以咧Mark Carney 咧佢都係話希望政府落咗第一筆錢。然之後，政府同埋私人嘅機構夾埋喺未來嘅我諗10年裏邊咧，可以有即係1個 trillion 嘅投資。咁呢個就係喺佢嗰份嘅報告裏邊提到嘅一樣嘢咯。咁我哋今次睇到話政府其中個主軸就係想加大投資啦。咁但係加大投資咧，佢又唔係話即係特別叫做慳咗其他嘅日常開支喎。所以我哋睇到咧，佢個財赤咧，佢除咗疫情時期以外咧，係歷史新高嚟嘅。咁我哋有時會諗啦，頭先都會提到啦，譬如話央行都話，如果我哋而家嘅叫做個經濟嘅架構出現問題，如果再加大水喉放咧，反而係會變咗有通脹壓力添嘅。咁財政上會唔會都有咁嘅狀況咧？佢而家加大咗財政開支，即係仲要向出面借債喎。咁係咪其實會同出面嘅市場爭個資金咧？咁樣會唔會變咗好似投資會事倍功半咧？政府應該係點樣去拿捏呢一個位咧？所以咧，今次嗰份即係 budget 咧，有一樣嘢咧，佢講得好清楚嘅。政府嘅赤字係可以嚇，但係你要諗下個赤字或者啲錢使咗喺邊度。如果係愛嚟做即係日常政府嘅運作咧，Mark Carney 就話佢嘅政府裏邊咧係唔會接受呢一樣嘢嘅。咁即係話政府嘅營運到最後咧係需要自負盈虧。咁呢個係講得好清楚嘅。赤字喺咩情況之下可以用？就係喺投資嘅情況之下可以用。點解？因為佢覺得首先可以拉動到私人機構嘅投資。第二，佢就覺得呢啲投資長遠嚟講係有回報，而且亦都可以拉動加拿大嗰個生產力。咁所以喺咁嘅環境之下，佢就講得好清楚，亦都同過去好唔同嘅一點就係話赤字要分清楚，究竟點解會有赤字？個赤字用喺邊度？咁我覺得呢份就係整個財政預算佢同過去最唔同嘅地方咯。咁所以如果你睇下佢真正而家講嘅赤字咧嚇，25-26年嘅財政年度咧，基本上邊就係78個 billion， 咁即係780億嘅加元啦。咁當中咧，你話究竟呢一個所謂政府嘅運作嗰部分嘅赤字係幾多咧？仍然係有33個 billion。咁但係咧，佢就話咧喺未來嗰3年裏邊咧，就由33個 billion 所謂呢一啲即係營運嘅赤字咧，就會去到基本上邊咧3年之後就零㗎啦。咁所以到第4、第5年咧，簡單嚟講咧，就係唔單止喺營運上面冇赤字。佢希望咧做到少丁咁多嘅盈餘，咁所以咧你睇到咧到即係28-29年開始嗰個財政年度，雖然每一年嗰赤字咧仍然係差唔多有60個 billion， 即係600億，但係呢即係600億嘅赤字咧，全部都屬於喺嗰個投資嘅項目上邊。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佢整個理財嘅觀念，亦都係對公共理財，我覺得同過去好唔同嘅一個地方。咁即係其實應該今次 Mark Carney 嘅理論就係雖然會喺私人市場度咧就借錢啦幫政府，但係呢筆錢咧只會用嚟投資，而希望咧就唔會攞呢筆錢咧就攞嚟佢哋政府嘅日常消費，希望即係帶動一啲將來有嘅回報翻嚟啊嚇。咁我哋講到
赤字嘅時候啦，咁好多時都會成日講話赤字可唔可控啊？會唔會突然間變咗個國債危機啊？嗰啲咁嘅情況，咁好多時咧政府或者外界分析咧就會好中意用就話政府嘅財政赤字咧同本地生產總值即係 GDP 咧就去衡量咗個比較，睇下係咪叫可控嘅。咁我諗啊，第一個問題啦，點解會係用呢個做一個比較標準呢？因為我哋都會照睇啦，話 GDP 即係叫做本地生產總值，即係講緊我哋產出幾多，或者叫做我哋喺個國家今年開支咗幾多㗎嘛。咁如果話舉債而有個赤字，而個赤字而去同個開支即係 GDP。呢一個有啲乜嘢嘅關係呢？喺學術上點樣為之一個可控嘅水平呢？好簡單講咯，就係如果你覺得 GDP 係你收入嘅話，咁即係你每一年國家可以出產或者賺到幾多錢咯。咁而你個 deficit 即係話究竟你嗰個舉債嘅水平係幾多咁樣樣。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呢，係一個可以喺理論上邊去容易理解嘅一樣嘢。咁你收入多咗，咁你自然你可以借多啲錢，咁或者有少少嘅赤字，其實呢個都係可以接受咯。咁如果你嘅赤字越嚟越大，咁變咗好似吹氣球嘅時候，咁就即係會失控。咁所以如果你睇下即係加拿大而家整體嘅赤字同 GDP 去相比，又或者整體嘅債務同個 GDP 相比咧，對其他嘅國家嚟講咧，就絕對唔係多㗎嚇，亦都可以講得話好少。因為 Mark Carney 到最後咧，佢覺得嗰個赤字嘅水平每一年咧都係維持喺整體嘅 GDP 裏邊1至2個 percent 咁上下，即係大約係1.5個 percent 咧。咁所以你睇下呢個水平就比譬如美國咁啊，差唔多而家應該係6.幾個 percent 嘅即係 deficit 啦，咁而英國咧都係接近5個 percent 嘅，咁所以呢一個嘅赤字水平相比其他國家就可以講得話相對地保守啦。咁同埋更加重要嘅就係如果你睇下整體嘅債務水平對比其他 G7 咧，都唔係話特別高嘅，咁所以我就喺呢方面就唔會太過擔心話會對加拿大嗰啲國債嘅評級會有影響啊，市場有好大反應啊咁。咁好明顯你睇到由佢公布咗嗰個 budget 之後，咁你睇到個市場反應都基本上邊係冇咁滯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唔會係太過擔心咯。嚇，個重點咧始終都係第一當然你就話係用喺投資啦。咁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到最後嘅就係你投資嗰一樣嘢係咪真係有回報，同埋真係可以拉動到嗰個私人投資咯？啊，因為你知啦，政府做嘅投資其實到最後你都講下究竟要批咗俾咩人啦，咩公司做啦，咩人中標啦，嚇投得啱唔啱啦，efficient 唔 efficient 啦，有冇即係啲錢唔知流咗去邊度啦，或者延期啦。咁其實我覺得嗰啲先至係即係重點咯。思路咧，我相信冇乜人會反對嘅。咁但係實行上邊係咪做得到咧？咁我覺得呢個就真係要即係拭目以待啦。即係我諗，凡事即係一個學術性或者財經界去睇啦，即係政府赤字咧，唔係一個特別擔心嘅問題，最緊要係嚿錢將來可唔可以賺得翻，或者咪用得其所咧？呢樣先至反而係最關鍵啦嚇。即係就算啦，如果即係一樣使用用得其所嘅，就算更高嘅赤字咧，我相信市場咧都唔會覺得一個問題嚟嘅。咁我諗到最後啦，咁啊，除咗頭先講完話投資啦，咁啊其中一樣啦就話另外一個投資項目就話要加快起樓。咁啊，另外同一時間咧，就同起樓有啲關係嘅，就話要收緊外來移民人數或者臨時居民嘅人數啦。咁但係咧，好得意嘅就係話嗱，佢而家話又要收緊外來移民，即係減少人口增長，又想起樓快啲。但係我同一時間好得意喎，就話好多行業咧又唔夠人嘅喎，建築行業咧又話可能有幾成人咧55歲以上好快退休嘅咯喎。咁而家政府就咁喺財政預算講咗話，俾咗啲數字出嚟啦。
咁佢係有啲咩計可以加快到呢啲嘅生產力呢？定係如果佢就咁抌咗嚿錢出嚟，可能加快唔到之餘呢，仲變咗啲樓又貴咗又剩嘅喎？咁其實有咩板斧呢？政府？我諗睇下佢嗰個投資上邊咧，基本上邊佢係有4大方向嘅。第一，正話你講咧，就係起多啲樓啦。第二方面咧，就係佢國防開支。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佢喺呢一個 NATO 嘅 commitment。你會發覺基本上面佢就話要加大喺加拿大佢嗰個軍費上邊啦。咁呢個係大家都知道嘅。咁另外2樣嘢咧，就係喺嗰個所謂基建。咁所以起橋起路啊，所有嘅 infrastructure 啊、電啊，呢一啲都係屬於 infrastructure 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所謂嘅競爭力啦，同埋生產力嘅促進。咁其實基建同埋生產力嘅促進咧，嗰度先至係最大部分嘅。因為喺未來5年咧，整體個投資額咧，政府出嗰面咧，應該根據 Mark Carney 嘅即係而家嘅估計咧，就會達到280個 billion， 即係2800億。咁但係其實咧，有百幾億咧係或者2800億，咁有1000幾億咧，其實係 infrastructure， 即係個基建啦，然之後1000幾億咧就喺嗰個競爭力嘅。咁所以其實呢方面先至係嗰個嘅即係重點咯。咁所以都係講翻啦，即係呢一啲嘢最後係咪可以帶動到整體加拿大嗰個生產力嘅可以講話復原啦，又或者可以講得話再次起飛啦。咁我覺得嗰個先至係重點咯。咁你話起樓嘅話咧，當然政府係會有一個責任，但係始終整個嗰個房屋政策而家唔係話起一啲即係公營房屋㗎嘛，即係個整體嗰個房屋政策其實喺加拿大嚟講係冇乜大嘅變動，只不過就係話政府希望加啲力喺某一個位，但係始終起樓唔係政府嘅責任，係私人嘅責任咯。咁所以政府而家就要喺個市場裏邊做適當嘅調節。咁但係嗰個我覺得唔係政府最主要着墨嘅嘢，正如即係大家睇到使錢方面都知道嗰個唔係最主要嘅一環咯。咁當然重要，但係唔係最主力嗰一兩環裏邊嘅。咁啊，似乎咧加拿大經濟可唔可以重新企穩咧，再繼續保持一個 G7 或者繁榮地位咧，就好睇咧。而家政府呢啲嘅投資係咪真係用得其所，帶嚟回報啦？而我哋今日咧週一長談時間咧嚟到呢度，歡迎 Terence 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咁啊，下個禮拜咧就同大家講下其他話題。拜拜。拜拜，多謝晒。